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空中的朋友咱今日要采访的宋维春医师啦宋教授嘛是宋院长嘛是宋理事长反正伊有做过真侪重要的工作宋医师你好，你好，多谢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伫空中见面，是多谢。宋维春医师是咱台湾儿童精神科一个足前辈啦差不多是第一个、第二个，差不多一关程度的 pioneer 开拓者啦宋医师是台大医学院嘛？是我台大医学院。对，你民国几年考入去？我是民国53年。1964。1964对，民国53年对，因为我是民国47年考入去建中读初一。OK。6年了后，53年考入去这个台大医学院。你敢台北人？不是，我是桃园观音遐的人。桃园观音，所以你可能是客家人哦。我是客人，对。OK， 对。恁爸爸妈妈敢做医生？阮爸爸妈妈拢是做田人，拢无读册。哎呦，伊实际上连这个新闻拢无啥会晓看，都无咧看字的就对啊。对阮爸爸其实我想讲，阮爸爸妈妈应该是真聪明。伊无读册，毋过伊为遮听的为啥的所以伊其实报纸伊会摕来看。你无简单呢虽然无读册，但是伊个小可会捌字就对。是。所以伊有足重视恁囡仔的教育嘛？因为你若讲观音，迄是算足庄卡哦，对，足庄卡的所在对。佮甲你送到建国中学去读册，这都无简单啦。无，这实际上有一个故事啦。安尼哦，因为做田人迄个时阵其实迄个经济并无真好，所以迄个时阵阮爸爸对我第一个希望就是去读师范。因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免钱对，出来一定有头路。对。我要考迄个时阵，考初中爱考。对。爱考初中的时呢，我小学有一个老师，迄个老师伊是美术老师，伊是我3年的时的导师。伊为了我要考试以前呢，伊特别骑车骑去阮兜。跟你爸爸妈妈讲，阮爸爸迄阵拄伫报田，伊伫迄个田花路对阮爸爸咧行一路伊去伊转来，边仔一直甲讲，为什么爱叫我去读8年？迄阵去考8年考的，毋是讲叫我去读迄个时阵的中立中学，对，叫我去考试，伊讲。考试的报名费我甲你出所以就是你小学的时成绩就好嘛。我一直拢是第一名，对嘛？所以老师想讲，你若无去台北考无彩就对啊。是。你爸爸有去说服啦？我爸爸可以说服啦，说服要去考阮迄乡，反正是头几个去读建中的嘛。对啊，是足无简单的是，因为含阮迄乡的读医学院的第一个其实是廖云范。是有廖云范嘛？含你讲过？廖云范是观音人。所以你了就出两个高人。没有。廖云范这空中的朋友这廖云范医师是咱台湾做这个肝炎的研究
肝炎的研究足出名吼，是中研院院士啦，是台大医学院，不过伊是新竹中学，就伊去读新竹中学，伊保送的啦，伊新竹中学保送台大医科，对，我是考入建国中学，考入去台大医科，我用考，我那班我考入去，实际上我是上尾一名，我真的有都建中的，建中的考足侪台大医科啦。为联招吼入去是45个，我拄啊是44名。安尼嘛无简单，低空掠过就对了。对。所以你考到台大医科，恁厝足欢喜，因为伊本来想讲是要叫你读师范的啊。对。安尼这是个足无共的一条路啊。其实迄个时阵要考要联考要写志愿的时候。阮爸爸特别为庄脚坐车起来甲我讲，伊讲吼，我饲你遐大汉，我一世人毋捌要求过你任何一项代志，干那要求你第一点就是讲你的第一志愿写台医科，第二志愿以后拢是你家己的代志，我填6个志愿，结果第一个志愿我想袂着嘛，结果你第二志愿以后是点啥？你无填医科，我爱读化学。你本来想要读化学的，是所以这也是天意安排啦。是，因为你本来想讲，那第一志愿考无着，你就读你爱的化学啦。对，你既然有甲忝，伊也袂甲你怪啊。对，这就是上帝的安排啦。希望你去做医生啦，所以入去台大医科，民国几年毕业？算起来应该是60年啦。民国60年。民国60年。1971毕业，毕业你有做兵无？有。做兵倒来。我做兵做1年，迄个时阵做兵做预官1年嘛。做兵倒来。做兵倒来了，我就入去台大精神科、神经精神科。迄个时阵是神经精神科无分啦，吼。对，迄个时阵实际上我是上尾一个。做神经科兼精神科的总主任医师，所以恁迄年以后就分家啦。对，所以胡海国就开始分。对，伊就这做是毋是？我顶边访问这个赖奇万医师啦，哈，伊嘛是讲，伊和林信南医师哈，就共1年。对，做要死就是总医师的时候。对。本来想讲会当留一个尔嘛。后来因分家，所以一个留去精神科，一个留去神经科安尼啦吼。咱较早的前辈拢神经精神科做伙。伊比我悬2班。对。OK， 所以我会教有对。对。这几个拢最优秀的啦吼，赖奇万啊、廖运焕吼，恁拢伫台大的时就熟悉啊嘛。对。其实我含赖奇万是伫建中的时就熟悉。OK， 伊嘛读建中的啦吼。所以你迄阵毕业，你哪会想要apply 这个神经精神科？我本来是要去读公共卫生啦。是哦。我是对公共卫生较有趣味，蛮有趣味。因为迄个时阵我伫大学的时，我的导师是林东明教授。林东明教授做公共卫生，做迄个疫苗，嘛是足杰出的啊。对。伊甲我讲，伊讲你莫去读公共卫生啦。伊直接叫你买，你莫去读公共卫生啦。伊讲你先去做一个专科的医师了后，你即阵所会晓的公共卫生的代志，若到迄个时阵无够，你再去补。所以伊是鼓励讲先做临床。对。若对公共卫生有趣味，以后再过来。对。有啦，咱足侪临床的医生后来嘛有过去读一个公共卫生的 master 啦吼，甚至以为总去读个 PhD 嘛有吼。OK， 但是伊叫你毋通去行公共卫生，伊敢有鼓励你做迄个神经精神科？无，伊讲迄你家己决定。OK， 所以你神经精神科是我家己，因为为大一开始吼，看一寡物件，读一寡册啦，啥吼，感觉讲敢若是。实际上，迄个时阵感觉咱上趣味的是人的脑。对。脑到底是安怎会想，安怎会有做决定，安怎会有遮的一寡有诶无诶一寡真济的代志吼。脑若破病是安怎？OK。迄个时阵实际上咱对脑是知影真少。对。迄个时阵呢，神经科的部分呢，实际上可能是咱所有的医学内底吼，迄个逻辑思考上界清楚的一个部分。对。迄个部分是安尼。
所以你就是对大脑已经有趣味啊，是啊，神经精神科拄啊是咧处理大脑的问题吼，是 ，OK， 啊，所以啊，你迄年几个人做伙入去？阮迄年做伙入去的，阮是3个人，一个是林克明。林克明医师后来去美国去哈。对，林克明其实为建中开始，阮伫隔壁班伊是各方面拢比我较优秀。袂啦，伊嘛是真 smart， 对，真聪明的人。另外一个是胡传孝。胡传孝是要伊做神经科，是纽约大学神经科的教授。是，伊嘛翻真侪册，对，伊翻真侪册。所以你家是恁3个啦，是阮3个。毋过到尾啊，2个拢出国，干那你留落来。对，因为迄阵我会留落来，尾会行。我本来是要行神经科嘛，尾会做精神科的理由，主要是因为迄阵我会健康。因为迄个时阵我诶，迄个肝肝指数悬起来，悬起来严重到爱住院的程度。迄是几年的事？迄是其实我住院医师第1年、第2年，住院2遍。所以想讲精神科较袂遐忝。迄阵是安尼想。到第2遍的时候，是我另外一个老师叶树。北理的叶树，对，因为叶树教授甲我有真侪其他的代志。我一方面我以前是踢骹球，伊是踢骹球的教练。真的指导。另外一个是迄个时阵，阮到阵去翻一本这个内科学。所以伊甲你讲叫你做。伊甲我讲，伊讲你第2遍佫悬起来是伊是讲你这个应该是袂使伤忝。你若做神经科的是，因为迄阵我佫做对迄个重症肌无力有趣味。袂喘气的是，你都顾规急诊一堆。对，个加护病房，对，迄真忝啦。对，所以伊就叫我讲做精神科，你做精神科，而且甲我带去徐成清教授讲，所以这儿童精神科的第一个老师，对，伊讲这个教互你 ，OK， 好嘞，这个教互你，所以你就只好去对徐成清教授，伊想讲是含囡仔斗阵的时候，你较有趣味，较快乐，甲囡仔袂有遐尼济，所以鼓励你行儿童精神科的路。是，所以我来原因是安尼。这人生足侪奇妙的转折啦，对。OK， 咱来听一段音乐，过来继续请教宋医师哈。是阮的掌上明珠，抱着紧紧看，看你多济，看你受难，看你跟我行，看你的走，看你出世上披一大塔，轻轻听着船开声，心肝宝贝行。你是阮的幸福希望，真足甲你请。望你成功，望你在情，望你赶紧大，望你骨髓健康活泼，毋惊受风寒。鸟仔风吹，拢总会飞，到底为什么？船只拢是无脚，安怎会煞位？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头对倒去。春天的花爱才会芳，伊是伫倒位？
车。望你真讲，望你在前，望你赶紧大，望你骨水健康活泼，不惊受风寒。鸟仔风吹拢总会飞，到底为什么？鱼仔船只拢是无脚，安怎会煞位？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头对倒去。春天的花爱食会芳，伊是伫倒位？鸟仔有时风吹有伞，才会天顶飞。鱼仔有尾，亲像行船，希望着爱找。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子拢安尼过。火车花开，天暗天光，同款的问题。船开声，心肝宝贝行。你是阮的幸福希望，斟酌甲你请。望你真讲，望你在前，望你赶紧大，望你骨水健康活泼，不惊受风寒。欢迎各位倒转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空中的朋友吼，今日互咱采访的吼，宋维春医师啦吼，伊是台大儿童精神科吼第二个老师就对啦吼，第一个就是伊拄则讲的徐成金教授吼，这人生真奇妙吼，伊本来神经精神科迄阵伫台大是还未分家。伊有可能是想要去做神经科，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肝的问题，身体有小可欠安了，这叶曙教授台大病理的这个叶教授，甲讲我看你也是去做儿童精神科，一方面较轻松，一方面和囡仔做伙安尼可能心情会较好的款啦所以你后来是。第几年的住院医师了，从开始对徐成金教授专攻儿童精神科，其实到第3年啊。都其实我所有的住院医师爱做的代志，拢做了嘛。对，做到第4年的时，我是兼神经科甲精神科的总住院医师，对，我拢做。拢做了后，迄个其实是这个中间，我就开始决定讲爱行儿童精神科。所以主治医师的是较对儿童精神科。对，甲主治医师的是做，会当讲开始做完全的儿童精神科。是啦。不过你迄阵伫儿童精神科的时，你敢若有搁去国外搁进修嘛？对。迄第几年出去？做主治医师的第2年。第2年嘛。这其实和咱迄阵的制度有关系啦吼。这个因为咱迄阵的制度吼，你若是做主治医师的时，你要出国的时候，你一定要留这个太太还是留囡仔，拢留伫台湾做人质，做人质共款啦吼。就是讲，迄是学校不成文的规定咱敢若是为教育部你都袂过。教育部，所以就是讲，今仔出去总无回来啦。对。所以我就等到
我第一年做主治医师，啊第一年的尾啊，就升讲师嘛，啊讲师就会当用教职员出国，啊教职员出国的是会使带家属，因为恁台大就是搁有教育部，恁搁互教育部管的，对，啊，所以恁嘛算半个公务员嘛，对，啊，所以迄公务员要出国就较啰嗦啦，较麻烦啦，是。啊，你出国是去加拿大嘛？对，我去加拿大吼，迄个时阵其实嘛是有一寡故事啦。OK， 我本来是因为徐教授伊是哈佛的，去啊做。徐教授是美国回来，伫美国回来训练嘛吼。迄阵是林宗义教授的是上去美国训练的。对，因迄第一代啦。对，因第一代对。啊，所以迄个时阵我嘛是写真侪批去美国去要求讲我会当去你遐训练无。OK。啊，大部分因的会拢是讲，阮已经伤济美国医生爱做训练，无迄个亏通互你，对，无迄个亏通互你。啊，收到有一个人的批啦吼，这个教授呢，伊是伫 Colorado。OK。啊，伊写伫批甲我讲，伊讲吼，我无钱通互你。OK。吼，毋过你若是有奖学金的时呢，我会当收你，我会当退你训练。OK。啊，伊甲我讲，你写批互伫 Vancouver 的林宗义先生看卖，林教授伊为迄个 WHO 遐，伊可能有一寡基金，奖学金，对，有一寡奖学金会互你安尼。啊，迄阵林宗义教授已经伫世界卫生组织啦，离开啊，离开啊，已经离开世界迄个啊，离开去 Vancouver。去 Michigan 啊，边再去 Vancouver， 对，已经去 Vancouver。所以我就和老师商量讲，会使写互伊无？老师讲叫我买，因为欧名大的关系所以叫我买。有顾虑呢，是啊，所以我等到无法度，就无其他的所在所以我就写互伊。OK， 写互伊了后，等差不多2-3个月，伊甲讲。我无钱通送你去美国训练，毋过 UBC 遮呢吼，阮的主任当时会去台湾 ，OK， 会去甲你 interview。安尼就是因有趣味。对，你若 interview 有通过的时呢，阮用主任医师请你来遮甲你训练。安尼真好，有薪水。OK， 所以哇，这真好的机会啦。所以经过安尼了后，所以真正因来甲你 interview， 对，都 pass 过啊。对。我伫遮爱甲空中的朋友补充说明，这个林宗义教授哈，伊是林茂兴的日本时代读当代啦，吼，是咱台湾第一个精神科转来台大做主任啦，吼，战后第一个，迄阵是。日本人拄啊离开杜聪明教授接台大医学院就请林宗义教授对日本转来台湾做台大第一任的精神科主任。迄阵的第一代的精神科医师，拢是足少年的就是敢若连徐成清教授拄则宋维春医师讲的，伊的老师就是拄那第一代的，互林宗义栽培啦拢有送出去国外读册。不过林宗义教授伊的爸爸。就是林茂生啦，林茂生，这是咱日本时代台湾人去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一个 PhD 啦，算足优秀的一个台湾的学者。战后的时呢，林茂生是做台大文学院院长啦。结果228发生的时呢，伊去有这个军警情治人员给伊抓去，全无回来，所以。林宗义教授变做是228的受难家属，伊当然一直要找因爸爸，找无嘛所以到尾伊失望，离开台湾，去世界卫生组织做工课，你要留伫国外啦当然伊伫国外，伊就参与即个台湾人的运动所以就有那变做黑名单一直到1987。迄阵我咧频繁228，去邀请伊回来安尼啦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这是最优秀的一个台湾的精神科医生伊迄阵拄好有机会伫 Vancouver 甲你提供这个机会，是所以你总去 Vancouver 对 UBC 嘛对，这算 Vancouver 大学
嘛是加拿大最好的一间学校啦。是啊，做住院医师，我做住院医师，有薪水也就对啦。有薪水对，安尼就等于有奖学金啊嘛。是。啊，你去太太有含你去？有教阮大汉囝，迄个时阵阮大汉囝阮在1岁外买2岁啊。OK。啊，曼谷嘛是足水的城市。对。我若去哦，我拢感觉敢若一个飞航嘞吼。是。到底也是足好的啦。实际上就是一个飞航。就是啊。啊，你伫遐几年？我伫遐2年半。啊，2年半无想要留落来。迄阵台大敢有讲一定爱转来？因为我伫台大离开迄个时阵是算江苏的留职停薪，啊，无转来是无要紧，因为我无摕台湾的任何的奖学金，我无迄个部分。啊，毋过迄个时阵伫遐的时阵吼，啊，当然因为含林宗义先生虽然伊毋是做囡仔的部分吼，啊，含伊有定定有这个接触的机会，对，所以真了解讲。要转来台湾，对台湾的这个教育，还是规个临床的方面，是有伊的重要性伫个啦吼。啊，所以迄个时阵踮遐，我前半年吼是先做大人。因为一般精神科对，因为因的理由是讲，你对这个制度也无了解，啊，你一个要做囡仔的时呢，你更较困难对，啊，所以我先伫半年先做大人，对，啊，了后2年完全做囡仔儿童，对，啊，迄个中间呢。迄个庄医先生就甲我讲，伊讲你应该爱考这的专科医师。所以你有考过加拿大的精神科专科医师哦。对。所以迄阵你若要留咧嘛，拢无问题啊嘛。其实迄阵因有留我。因想要甲你留。因有留我。因为我想讲，你这加优秀哦，去到遐人的病院一定出来。是啊。啊，迄个时阵吼，上尾啊，我家己。决定讲要转来，理由就是讲，迄个时阵我若是留伫 Vancouver 的时候，迄个时阵规个 BC 吼，迄个省吼有已经加我是28个专科医师，28个儿童精神科专家，对。啊，台湾一个尔，啊，台湾就干那徐成基教授尔，啊，加我是第2个，好，啊，徐教授迄个时阵已经开始做国台院长。所以你若无转来台大都无老师啊咧。对啊，所以是基于这个使命感呐，互你决定讲放弃加拿大遐好的环境啦。迄时来讲哦，若去曼谷啊大过的人哦，大家都足喜欢迄个所在啦。迄环境是有够水的。是。啊，个因为加拿大基本上是英国制度嘛。对。所以因的社会福利嘛拢足好的嘛。对。所以迄底下做医生是足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是。啊，所以你嘛是2年半了决定转来。是。所以迄是几年？1981转来到台湾。对。哇！迄台大欢喜死啊啦！啊，当然。捡到一个儿童精神科的专家，尤其加拿大是完整的训练的吼。是。好，所以你转来台大了，安怎开始建立这个儿童精神科的这个基础？因为迄个时阵，我是感觉咱台湾的精神科医师吼，其实是还阁未晓看病。未晓看病，意思是讲，咱会当对患者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其实是欠真济。啊，其实是咱伫问迄个病史的时候，敢若对一部分了解真济，一部分问，啊，大部分迄个问的部分呢，拢是含诊断的症状有关系的代志。对。啊，其他其实成长、生活史、家庭，对，啊，伊的生活，啊，伊即阵生活拄着什么困难？对，就是咱即阵尾啊，定定你讲的医病关系吼，对这个病的部分，你敢若对伊的症状列出来，对，啊，其他这个人，今要诊断通开对，啊，迄个人，变怎顾规个人、规个家庭，无想遐济啦。对，这样样啦，当然到近咱嘛是这部分，还阁真欠亏啊。对，所以这个部分是迄个时阵，我感觉转来台湾，我加强的上界重要的部分。OK， 所以你开始对住院医师的训练，对这方面都会加强。啊，那住院医师的训练，我对迄个囡仔伫儿童心理卫生中心迄个部分的迄个儿童的心理师，甲社工师，OK，就是要帮忙医生遐
paramedical， 对，周边的专业人员，对，嘛拢爱个训练啦。对，我拢用迄个目的吼，拢尽量加帮咱，尽量加讲安怎来。爱想啥，安怎来帮忙这个囡仔吼？我会记得迄个时阵，大概拜六的时候，透早黑帮拢写即礼拜所有的新诊断的囡仔的名吼，一个提出来讨论，一个因来报告，是，啊，你较甲因是教啦吼，啊，所以这就是团队，是，要怎带领一个团队啊，真正对囡仔无好处理啊吼，因为要处理囡仔，有当时就搁处理大人。定是爱处理规个家庭，对啊，所以实际上伫 UBC 的时候，伊毋是合作 child psychiatry， 伊合作 child and family psychiatry。哦，这真好的观念嘛！是，咱叫儿童精神科，对，而且在儿童与家庭，对，或者与家属啦，对，这种规个家庭拢爱关心着。是。所以你伫儿童精神科做主任做偌久？你有做10-20年了哦。因为迄个时阵吼，迄阵儿童精神科还未独立啦。迄个时阵实际上儿童精神科是算半独立，因为精神科内底啊，但是有家己的空间，有家己的师资啦。对，迄主要是因为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台北儿童心理卫生中心是。咱拄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WHO 米湾伫台湾设的一个所在。OK， 迄是独立。啊，到1971年、1972年的时阵吼，啊，到台北市变成独立院辖市。啊，迄个时阵，再将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哦。刷出去啊，变完全是变台大医院附设。OK， 是安尼。啊，所以是要算，伊是算半独立啦。OK， 所以你迄阵开始对这个儿童精神科类发展吼，迄阵全台湾儿童精神科医师可能无到20个。无啦，应该无到10个，无超过5个，无超过5个。对，迄个时阵无超过5个。所以咱听众朋友，你甲想看，一个台湾无5个，你看迄是工过偌济就对啊！一定是万事起头难的哦。好，咱来进一段音乐啊，我搁来继续请教宋医师，安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旁边，幸福的香味，阮美伫有你的情景。离开已经遐多年，拢无你的消息。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唔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祝福你平平安安。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塘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
花开已经过时，毋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塘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塘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欢迎各位人来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哈。空中的朋友，我是陈永兴医师哈。今日互咱采访的哈宋维春医师，嘛是宋教授啦哈，宋主任哈，后来个院长个理事长哦，做真侪工作不过安怎，即马讲到儿童精神科开始伫台湾要发展啦哈。宋医师，我会记你伫儿童精神科上出名就是自闭症。这台湾有的人讲你是自闭症之父啦吼。不过安怎，迄阵的自闭症可能伫台湾也无人咧注意啊。无毋对。其实自闭症伫台湾应该是1968、1969迄个时阵台湾都有诊断自闭症。会记啦。对。迄个时阵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杨思根。杨思彪的弟弟，对，伊后来嘛走去国外去，对，我出国的时，伊嘛去日本，我去加拿大，伊去日本，伊都无回来。杨思根教授，对，杨思根伊是英国的训练，所以伊踮台湾有开始做自闭症的矫治。伊是心理学家嘛？心理学家，伊是伫台湾第一个做自闭症的矫治的。对，出国了，佫无人做啊？伊出国了后，踮台湾是有人迄个病房还佫伫的，就变讲无一个真好的咧负责。对。所以儿童精神科都爱照顾迄个病房啊。对，因为迄是算儿童精神科的部分对。所以我转来了后我想讲以前杨先生伊所做的遐迄个时阵大汉的差不多20岁啊。细汉的嘛有较细汉的对。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对12岁以上的囡仔做追踪。OK。我追踪的囡仔内底有一寡故事，互我感觉真痛心啦。迄个时阵，阮太太是原在伊入去辅仁大学社工系踮遐伫教册嘛，阮斗阵做这个追踪。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迄天穿足水，带因的囡仔，带迄个囡仔的时呢，我看伊用一个锁绑伫囡仔的这个裤带，伊牵这个，伊惊要被撞了，对，安尼牵来对。我问讲真难得你今仔穿甲遐尼水我一个问一句话，伊规个目屎会连落。哇！伊讲宋医师，你敢知影？这是我6年来第一遍出门。对，我第一遍穿遐水，因为想讲遮尔久无看到宋医师啊。安尼讲，伊就甲我讲，伊为开始因因踮遮做治疗，离开了后，离开了后，伊这个囡仔袂晓讲话嘛，伊
带去这个要去市场买物件的时候，就发现讲一个无看都找无人，伊也袂转来找人，所以无法度，伊尾仔就用个白条咧，用个白条牵咧，无伊也袂使囥伫厝诶，毋知伊会做啥物代志，所以伊讲这6年生活拢是安尼，所以为何我就发现讲，我袂使干那将遮诶患者做咱研究新顶诶对象，所以阮太太甲我讲一句话，对，阮太太甲我讲一句话，讲你若是将遮诶物件要写做论文来新顶诶时候，我无要插你，对啦，所以你迄阵就开始。针对这自闭症的儿童的家属、家庭开始进入因的家庭吼。你敢若有甲因组织一个什么基金会吼？开始来帮忙这个囡仔吼。迄时阵我会记你和恁太太写足侪这方面的文章诶。一直咧呼吁这个社会，因为以前拢想讲自闭症都无法度嘛，无办法嘛。其实是甲因帮忙会进步嘛，会当得到足好诶进步嘛。是，所以迄个时阵主要一个可能是阮太太是社工诶迄个背景诶关系吼，所以迄个时阵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吼，咱要安怎来帮忙遮诶囡仔，帮忙遮诶家庭诶时候，咱袂使用咱家己诶出发去看。咱爱将因的需要放伫内底来看，这个部分咱尾也是讲或者 empowerment 啦，用安尼的方式去讲，毋过这是伫40年前的事呢，无这个观念，无这款的这个名词无出来啦吼，毋过开始就是阮就开始想讲，咱应该因的需要是啥，所以我其实用差不多4-5年的中间，将遮的家长有趣味来，就甲伊集合起来，集合起来，其实迄个中间呢，上尾要先基金会前迄个中间的吼，阮逐礼拜不管是有台风有啥，拢开会，拢来聚会啦。对，甲因鼓励啦。对，因为这家庭要徛出来嘛，无简单。对，有的人足歹互知伊厝里有即落囡仔。对，所以迄个时阵经过安尼了后呢，佫一寡社会一寡资源的帮忙。伊迄个时阵我感觉讲，你若要做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你袂使讲有一个人，还是有一个什么人，伊摕几百万出来做这个基金，我无爱，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大家有这个需要，所以迄个时阵就是用安尼的方式，伫做一个自闭症基金会发起，要捐300万。结果我印象上深的是，甚至有一寡小学。因一班一个人出5角，出1块，同学大概对，就48块、48块、50几块，安尼去管了，这真感动。所以用这个方式，是这像是35年前啦。对这等于嘛是一种民众教育。对，愈侪人参与，就愈侪人关心。对。你的估计自闭症伫台湾差不多有偌侪？那是照即阵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因的估计时候，差不多是100个人有一个啦。我你嘛算无少啊！毋过迄内底就咁包括讲迄个真聪明的，有自闭症有诶足聪明，毋是拢讲囡仔咧，真聪明的部分。伊诶话是敢若集中伫一个伊诶执着的点。对。有数学天才啊！对。我记有一出电影，天才嘛，是这种人，我你讲牛顿嘛是啊，是啊，自闭症的有的是我数字白白清楚，是，有的是另外技术物理，足侪无共的发展啦吼，是，不过安怎就是讲，经过安尼几十年，你80年代吼，开始推动啦吼，咱即马已经安尼经过40年，35年对，这个基金会已经成立35年啊嘛吼。安尼即马你感觉社会普遍对这方面的了解有进步？我是有较侪人参与伫这方面的工作啊。对，我是感觉这个部分吼，规个社会对这个部分的这个关心吼，这个是增加吼。了解呢，差不多是60%至70%，因为有真侪这个。观念一直伫改，像讲咱过去咱的社会都认为讲伊是弱者，伊是需要帮忙的人，
实际上由即阵的观点来看的是吼，伊是有一寡特殊的需要，伊这个特殊的需要。有可能，咱即有一个名叫做 neurodiversity，就是神经的发展有多样性，伊这个神经发展的多样性这个部分呢，所以变讲因的神经的发展，甲一般囡仔、一般人的发展无啥共款，所以安尼的结果呢，所以有诶。伊变讲伊人际关系足歹，毋过伊的记忆力足好，毋过有可能伊的数学、伊的物理、伊的天文，伊遐是足好，特殊才能。对，伊可能对社会迄个方面会当做真大的贡献。毋过有的部分呢，伊是没有任何的语言，伊家己袂当生活，甚至你若是无摕互伊食，伊无法度当生存。对，所以伊这个。个别差异很大所以这上咱无共的处理方法。对，愈来愈想法就是讲，那了解讲自闭症，有的人想讲自闭症拢是足聪明，毋过有的人拢咱爱了解讲自闭症伊个别需要无共款，所以迄个评估对。诊断拢最要紧，对，所以这个部分帮忙的机构有较侪啊。帮忙的机构是当然，即阵是有较侪专家有较侪啊啦。有较侪，因为咱即摆儿童精神科医师超偌侪啊？差不多200通。安尼进步啊啦。200通。无5个，即摆比较200。对。你当然加足侪所在会当帮忙吼。对。对这家属来讲嘛，加足侪所在会当求助啦。是。这是宋医师倒来。台大儿童精神科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吼，不但是安尼哦，你后来敢若伫即个精神医学会，是，你嘛有扮演最重要的，对，你捌做理事长嘛？对，迄阵你有推动迄个专科医师的即个甄试，对，培养专科医师的这个，对，是，我是1988、1989吼，迄个时阵。做台大精神科的科主任，个兼精神医学会理事长，个兼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做迄个时阵，你算上重要的 leader。所以迄个时阵对这个咱其实咱的政府是为1985、1986开始推这个专科医师制度。OK， 精神科的部分迄个时阵，咱几个老师就叫我去设计，因为迄个时阵我是唯一有去考到外国的专科医师，所以用这个机会呢，其实迄个标准啦，对，迄个标准要做一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还是儿童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需要具备什么？对，要安怎条件？安怎训练？要安怎考？这个课程要安怎安排？对，考的时要安怎考？对，考的时是迄个资格要安怎审定？对。考的时是有笔试，还有考试，对，一开始以前都无人做过这个。对，所以迄个时阵大概我主要是扮演这款的角色。OK， 这个办法尾是卫生署完在接收。对。因为咱有迄个实地考试。OK， 所以变讲像讲，若有人伊伫美国摕到专科医师要来台湾的时，伊会使免考迄个笔试，毋过考试爱考，因为。咱讲咱的语言是，伊讲伊的英文，就看会通袂？对，伊看患者的经验，边看安尼，对，这最重要啦。所以你伫精神医学会时，伫迄个你讲的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卫生协会迄个时阵主要做的是一寡为台湾的名的代志因为心理卫生协会，迄个时阵咱是一个世界，我说 WFMH 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会员国，对，会员国迄个前后的时呢，中国开始要入去，要甲咱排斥中国要开始要入去的时呢，就将这个第一个要求讲台湾来袂使用电话联络，对。我做理事长的时，迄个时阵，迄回的这个年会拄啊伫纽西兰奥克兰，伫奥克兰伫办对。迄个时阵呢 ，WFMH 的会长是一个法国人 ，OK， Swiss， 瑞士，伊讲法文的人伊是 Pro 中国。
啊，该在林宗仪先生迄个时阵是荣誉理事长。哦，好佳哉，所以迄个时阵的秘书长，是原在是一个对台湾真较优先的一个美国的教授。OK，所以伫开会以前迄暗林先生就先招阮4个参详，先点啊参详应付就对啦。对，参详的是上尾的结果是讲，我改做台湾，对，保住咱的会籍。对，改做台湾，挂出来安尼。对，伊是中国，咱是台湾。对，伫开迄个大会的时候，我就提案用安尼方式表达讲，咱的立场。咱无排斥伊啊，但是咱是用台湾。对，总留落来嘛。对，所以咱留落来，因为用安尼的名，所以到即阵因还佫毋是会员。因总无爱入来就对啦。哦，这是上成功的。无爱入来对。所以你这可能是对台湾所有其他的这个医学会也好，还是讲要参加国际组织的团体，一个真好的范例嘛，咱用台湾嘛，伊要入来毋入来，咱也无排斥伊啊。不过我转来了迄个时阵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哦，无欢喜哦。我转来了写报告写几啊个月。安尼，应该甲你表扬啊，对不对？替台湾争取国际地位啊，好佳哉有你和林宗仪教授安尼替台湾打了一个胜利的这个学术外交的之战好，咱今仔日真多谢宋医师来互咱采访，但是还袂煞咧，因为伊后半段还佫足侪精彩的故事咧下个礼拜拜托你过来好，多谢。咱今日先到这告一段落，多谢大家收听。乡的囡仔伴，请问咱有偌久无看？日子过了如何？我伫遥远的所在问好。最亲最爱我的知己，你的心肝有听见？无论你伫倒位，就爱保重家己。我的朋友啊，人生本来就像一出戏，咱斗阵的记忆，灿烂你我快乐人生，享受少年时的光阴，珍惜每一段过程，咱友情比海深，情义搁较坚定。细汉的伴，青春的梦，刻伫阮心内是永远。你的笑声，阮的歌声，逍遥自在，使人怀念。春夏秋冬，伫每一天，一段故事是一种纪念。一人一半，感情袂散，无分你甲我。一世人有你无遗憾。人生本来就像一出戏，咱斗阵的记忆，灿烂你我快乐人生，享受少年时的光阴，珍惜每一段过程，咱友情比海深，情义
搁较坚定。细汉的伴，青春的梦，刻伫阮心内是永远。你的笑声，阮的歌声，逍遥自在，使人怀念。春夏秋冬，伫每一天，一段故事是一种纪念。一人一半，感情袂散，无分你甲我，一世人有你无遗憾。细汉的伴，青春的梦，刻伫阮心内是永远。你的笑声，阮的歌声，逍遥自在，使人怀念。春夏秋冬，伫每一天，一段故事是一种记